香港廣東話文化學習第75課，黑白天鵝鵝。今日嘅題目呢，就係講嘅係黑白天鵝同埋廣東話嘅鵝。首先要談論嘅係乜嘢叫做黑白天鵝？咁呢個呢，就係要由認識黑白天鵝嘅歷史嚟到講起先。喺18世紀之前，歐洲人呢就認為咧，天鵝呢就得白色嘅品種嘅啫。大約喺公元1697年左右，咁啊荷蘭水手呢就喺澳洲呢就發現咗黑天鵝喎。咁然之後先認識到呢有黑天鵝嘅存在。到咗21世紀，就塔雷布呢就提出有黑天鵝理論。呢個黑天鵝理論呢，就係喺2007年，咁佢講述呢有黑天鵝效應喎。咁乜嘢係黑天鵝效應呢？呢個黑天鵝效應呢，就係講如何及早發現最不可能發生，但總係發生嘅事。咁佢原意呢，就係指喺認定所有天鵝都係白色之後，突然之間呢，就見到黑天鵝喎，於是就顛覆咗既有嘅認知。而家呢，再詳細解釋所謂黑天鵝同埋白天鵝。第一個當然要解釋呢個黑天鵝啦。黑天鵝呢，就係指極其罕見、難以預測，而且具有巨大負面影響嘅事情。咁邊啲例呢？就係好似喺呢個2008年有金融危機喎，雷曼事件喎，或者最近嘅 COVID-19 嘅疫情喎。咁呢兩件事呢，都係人哋認為係超出咗正常嘅預期，事後先至顯得明顯嘅。至於白天鵝嘅解釋呢，就係呢個係白天鵝係同黑天鵝正面嘅對立喎，就係描述咗嗰啲可以預見或者相對可預見嘅積極事件。積極事件喎，就帶嚟意外嘅正面影響。留意嘅正面啊，或者機會。舉一個例呢，技術突破好似互聯網嘅普及，或者政策變革，好似減稅刺激經濟增長。咁頭先講嘅事件呢，雖然唔常見，但係基於趨勢同埋分析，都可以去部分嘅預測，並且帶嚟正面嘅衝擊。咁留意正面嘅衝擊啊！咁白天鵝喺經濟上面嘅應用呢，就係喺經濟學上面，白天鵝呢就時時用嚟描述正面嘅意外，例如股市呢因為創新科技而突然上漲，或者全球貿易協議帶嚟經濟繁榮。呢啲事件呢，就唔好似黑天鵝咁樣破壞性強。留意啦，係創造價值同埋增長嘅。咁喺另外一樣風險管理嘅視覺方面，投資者或者政策制定嘅就試圖捕捉呢個白天鵝，就即係主動去尋找同埋放大正面嘅機會，
對沖呢個黑天鵝風險，例如投資活動於新興嘅技術領域，預期可以帶嚟高嘅回報。我哋而家話題一轉，就轉到去黑白天鵝同廣東話喎。咁啊，黑白天鵝呢，佢廣東話嘅歇後語就係日鵝夜鵝。佢嘅黑天呢，就即係夜晚；白天呢，就代表日頭。鵝呢，就係一隻鵝嘅諧音。咁啊，合成起上嚟呢，黑天白天即係代表全天候，鵝呢就即係代表說話不停。黑白天鵝呢，全句嘅意思就係話全天候不停嘅講說話，絮絮不休，令人煩厭喎。呢個黑白天鵝、日鵝夜鵝，實際上就即係一個歇後語。咁呢度呢，一話題一轉呢，就轉過去乜嘢叫做歇後語啦。呢度順便係解釋咩叫歇後語。歇後語呢，就即係一個句子前一部分就好似謎面，後一部分就係謎底，即係睇到個謎面，後邊呢個謎底啊就解釋嗰個句。咁我哋呢喺廣東話呢時時都會有嘅。咁講返呢一句呢，黑白天鵝就係謎面啦。反映嗰個謎底嘅意思呢，就係日鵝夜鵝。呢個鵝呢，就係同一隻鵝嘅鵝，攞佢個諧音。咁呢度呢可以舉一個例，譬如話佢呢個人好煩啊，真係好似黑白天鵝、日鵝夜鵝，佢唔知道煩死人嘅咩？另外有一句嘅歇後語，舉一個例啦，泥菩薩過江，佢嘅歇後語就係自身難保。泥菩薩過江就係謎面，佢個謎底呢，就即係自身難保。以上都係一啲嘅例子，咁我可以認識呢個我哋廣東話嘅歇後語，同呢個黑白天鵝啊，佢嘅歇後語日鵝夜鵝啊咁樣一個理解。以上就係講述黑白天鵝同埋廣東話嘅歇後語嘅一個解釋，相信呢都會俾大家一個理解認識，係咁啦。